好听啊！哎，其实你跳起来蛮轻松哎，自在的。这个人很灵活对啊，哎。来来这波哈，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瘦。真的。对呀，越比赛就越瘦。你看她今天，你来看看，你看她今天瘦成这样子，仿佛小1号呢。对耶，因为这一件裤子啊。这件裤子，裤子怎样？好好介绍一下，今天是什么口？哎，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我的朋友，介绍这一件那个硕崩律动裤。硕崩律动裤。对，是木西的哦，硕崩律动裤。硕崩啦。而且我以前穿那个其他的那个运动裤啊，因为我有那个烧裆的问题。对。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我还要拉一下。现在真的啊，现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。而且我穿的时候我都觉得。视觉上有没有觉得小1号？有小一个size。以前缩崩裤都是很紧身，它有点小喇叭，对不对？因为美秀姐之前美秀姐穿的跟你现在穿的版型就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这个是我们现在最新款的最新款哦。对，而且它是卖超过200万条，我们的台湾之光，200万条真的连国外都抢不到货，它缺货。而且因为这一件裤子，所以我之前。本来就是走一段路，我就觉得很懒了，因为我之前穿的那个裤子都会觉得很紧绷，可是现在都比较不会，愿意多走路，对不对？它反而让我的运动效果更好，所以它也会帮助你在这个腰臀腹的时候，让你加压，对不对？那种感觉。对，因为比较挺啦。对我们女生很在意的就是屁股、腿还有小腹，它就是针对这个在加压的。可是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每个人的个儿不一样，我娘他比较矮小的时候，其实也适合穿这种裤子。对，因为它伸缩性很长，弹性很大啦。淡如姐跟那个美秀姐都穿同一个尺寸。哎，我觉得其实反而个儿小的人，他可以穿一些比较高的鞋子，是他看起来就更修长，很修长。说来一个小喇叭，我干嘛这设计师有厉害？这赞。所以你这么厉害的裤子，它是什么材质啊？顶级的石墨烯材质，顶级的石墨烯啊，而且是我们台湾制造的，我们台湾的厂商制造的。啊，有 PP 石墨烯，就是现在很夯的那个牌子。对，它也可以促进那个我们的那个循环代谢循环。我每次穿这条裤子运动的时候，走路健走就好了，我就感觉都热热的。那你今天是怎样？要跳舞跳？哎，必须的，我既然都穿这条裤子上来了。哦，今天要跳什么？探戈，我要挑战一下唱跳。我今天唱跳。对。所以表示。平常我们运动也可以穿这件裤子哦。真的啊。